上主所赐的记号。咱请题目师。陈牧师、陈牧师以及咱德堂教会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会当来到伫咱的当中，受到咱教会的即个接纳。我代表台南神学院来向咱请安报告，嘛分享上帝恩典甲听探。伫我要分享即个信息之前，学校有准备一个影片，来伫遮要咱逐位来报告咱最近伫即当来学校的即个现况，嘛代表学校对咱的即个关心甲致谢。咱先来看一段短短影片。主来进国奖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神学院的介绍。台南神学院对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。过去特级的院长、老师，当过伫这个所在拍拼，互咱看起台南神学院现在的即个状况。过去的一段时间，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，逐渐渐完成。过来教育部立完了后，神学院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，总是有上帝带领，甲大家带导，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，来向前来跑走。将来神学院依然有真侪事工，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，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，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。拢需要咱关心，也希望咱继续为着台南神学院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大家三甲伫咧。
伫遐透早我要出门的时阵，离开迄个校园，有真济的即个感动。虽然我毋是台南新学院毕业，我熟悉咱詹姆斯真早的时间25年前，迄时阵我伫国外，后来倒转来伫台湾，伫地方的教会牧会，了后有即个机会来到台南新学院担任即个教育的即个工作。伫学校我担任即个系统神学的即个教导。伫即个过程内底感受到咱教会的大道甲听谈，特别詹姆斯诚做台南新学院来当市长，伊对学校的即个勉励甲关心，阮深深感谢伫心内。特别伫教育的第一线，阮看见教会甲学校阮彼此的即个努力，嘛彼此的超找人脉甲帮衬即个过程。阮较信任是上帝恩典甲帮衬，咱无度行到今仔日。通过头拄的影片，咱看见伫100几年前对远远的所在内，即个宣教师因欢喜，嘛甘愿奉献因的气力，包括因的青春，伫台湾即个所在，为着上帝福音来去做。这诚做咱的福音的一个种子。这个种子若要大长，需要有雨水灌压，嘛需要有济济养分，嘛需要真济人的即个投入，互咱会当将即个福音会当广传伫无共款的即个所在。嘛通过即个影片诚做学校咱德堂教会的即个细社，嘛深深搁一摆邀请咱教会，无论是将来的宣教的事工，培育即个传道者。的即个计划，阮需要恁的即个大道，嘛望会当介绍咱诚做上帝罗卜的即个优质的即个兄弟姊妹，会当做伙来加入伫即个装备做主的精兵甲罗卜的即条道路顶面，咱会当三角来努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人个主怜悯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主你通过世代先知话语，通过你道成肉体怜悯的听谈，诚做阮生命引带的光灯以及记号，互阮通来到伫你的面前。嘛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诚做救赎讨放。互阮伫你的恩典内底，搁一摆搁活的记号。愿上帝你帮助阮嘛诚做主你所录用的工具，诚做主你所欢喜的款式，嘛诚做主你会听怜悯福音的引带，帮助阮身躯边的人，嘛帮助阮家己，搁一摆来到伫上帝国内底，阮合而为一。阮伫听内底，无阁有惊吓，嘛求主你，互德堂教会、曾牧师、陈牧师以及众兄弟姊妹，伫你的听内底，诚做地方会更较严，互众人因为即个的教会看到上帝的听，同心祈祷，感谢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讲到记号，伫咱的生活的四周围，足侪记号。大大细细的记号，咱讲记号 sign 会当是表示讲一件事的即个指引，也是讲一个状态的即个表示，嘛会当讲伫即个信仰内底是一种新热，也是掉头会出现的进程的即个备办。日常生活伫咱身躯边有足侪记号，有交通记号，有化学的记号。我第一摆来德堂，虽然我知德堂即间教会足久啊，甚至伫20几年前，我教会青年，迄阵因伫热人有迄个短期的宣教，来到伫德堂的即个所在，但是我毋捌来过，所以我透早要出门进前，当然几啊工进前，我爱做一样代志，就是爱用 Google Map 甲我导航，导航
这做趣味以前无有即个Google Map 的时阵吼，我拢是用真正的地图。所以要对即个所在到迄个所在，我拢爱找记号吼。当时爱倒弯，当时爱正弯吼。但是旧的地图吼，有一项歹，就是讲伊无法度及时来反映讲即个所在、即个路况吼有啥物款的即个情形。现代科技会当甲你讲即个所在即马咧做路，你可能爱挖对另外一条路。所以一路来，我爱照咱路人即个足侪的记号吼，该挖的时阵爱该挖，该停的时阵爱停。该落交流道的时阵，爱落交流道。但是，这个记号本身，伊袂家己主动产生意义，伊需要经过解说，需要经过理解。比如讲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咱迄个焚而不毁的这个气配，真做咱的这个标志，是对希伯来圣经出埃及记，摩西伫旷野当中接受上帝呼召的一个记载。真做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个共同精神的象征，是要勉励咱家己愿意为着上帝的福音，咱虽然点着咱家己，却无毁坏这种的信仰群体。美国长老教会甲咱真友好的这个美国长老教会，伊是用十字架、火焰甲剪影，真做这个因的宗派的记号。也是讲，我过去伫芝加哥新学院咧读册的时阵，迄个校花是用一个红色的火，整做一个记号，是代表亲像火一般的圣神，勉励伫遮出去的遮个受教育的传道者，也是来遮学习的人，拢会当整做教会，也是社会，迄种有保持圣性的热情甲创造的气力的人。另外，记号是一种信号的这个传达，比如讲头拄我讲迄个交通的记号，也是讲咱若有爱去外口迄个爬山运动的人，拢知影有真侪记号。比如讲，若伫一个真旷阔的所在，咱无法度用讲话来传达的时阵，有当时咱会举机来拍机的这个信号，也是讲摩斯电码，也是讲无法度用讲话来表达的人，伊用手语来传达伊心内所想的话。记号还有另外一种的意涵，就是咧表明某一项代志要发生的兆头。那对这个天气气候有意爱观察的人，就知影，当气候要变化的时阵，自然的环境有当时会出现某一种的兆头。比如讲，若原底伫涂骹咧烧的地下咧生活的这个生物，熊熊真大量爬到一个地面的时阵，也是讲有迄种迁徙的行为时阵，有可能这个自然的环境会出现真大的变动。迄种事先的记号也是兆头。比如讲，无偌久之前，伫1月的时阵，伫嘉义大埔迄个大地震，迄个地震进前都有人观察到伫四周围真侪生物的即个变动，迄拢真做是一种的记号。即种的记号是一种的兆头，要用咱来表明有事要发生啊。总是不管这个记号是啥，是交通记号、化学记号，还是掉头的记号，还是背后伊上顶的记号，上要紧的是咱爱看有看得懂、看见、看有捌，这个记号才有意义。犹大国先知以赛亚是一个王国的政治的顾问，诚做这个政治的顾问。伊必须爱知影讲，这个社会人心的走向甲变化，以及伫四周围这族群，也是这王国政治势力变动所带来可能的这个影响。所以南国犹大面对外面迄个大帝国亚述帝国的威胁的时阵，迄种的影响毋是短时间所形成的。所以，对以赛亚先知伊的眼内，伊看到犹大国的处境，迄个内底甲外口拢有相同的这个威胁。
所以当咱也明白安尼迄个背后的背景的时阵，来看以赛亚伊所讲的话，咱就会当知影，迄是一个充满一个政治性警告的这个预言。伫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到14节，伊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阁吩咐亚哈斯讲，你着对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调头，通求伊伫深渊，也是极悬的天。亚哈斯讲，我毋求，也毋试耶和华。以赛亚讲，大笔的家啊，恁着听，恁互人为难减算做小看事，也要互我的上帝为难吗？因为安尼，主本身要互恁一个调头，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做以马内利。这款政治性的宣告的语言，真直接将这个记号甲国族的这个统治、政治的这个工程连接起来，用上帝意志成做背书。然后伫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、第7节，接续伊安尼讲：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生属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一爸，和平的人君。第7节，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，就是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，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担到永远。万军的耶和华的一心要成这个事。以赛亚政治性的这个语言内底有指出一项，有一个在色女，也是讲是一个真少年、真年轻的一个查某囡仔，然后伊要生一个囝，这要成做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一个记号。先知以赛亚拄到犹大国迄个伫要崩盘进前迄个调头，来发出这种的政治性的预言。那咱甲详细看，那亲像毋是要阻止这项事的发生，毋是要挽回犹大国伊崩盘的这个事的发生，因为事实伫历史内底咱看到，亚述帝国最后将犹大国来灭掉。以赛亚伊思思念念的，毋是一个王国的兴旺也无，乃是伊看重的是迄个上主的主权甲荣耀，是毋是会当来显明？换做话来讲，先知以赛亚伊看重的是上主的主权比一个国族的存在更较要紧。那安尼，上帝的子民要怎样伫迄个失去过去荣耀日子当中来活落去？那上主的主权甲荣耀的显明，是通过对一个腐败甲对落的国度的处罚。那安尼受修正的人，怎样要伫这个当中定心徛起？这是以赛亚一看真远的所在。后来这个有言性的宣告，伫800年了后的马太福音书，搁一摆受引用，来成做表示、说明、显明耶稣诞生的意义。也就是咱伫马太福音书第1章22到23节内底所讲的一段话。马太福音书第1章22到23节安尼讲，伊讲你看。在色女要怀孕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。这段话伫希伯来文圣经，也是伫新约圣经内底，拢受解说真做无共款的意义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所在，就是当这段话受宣讲的时阵。当这句话受宣讲的时阵，这是一个面对失望，甲伫黑暗当中所讲的宣言。那用一个较一般的话来讲，就是讲是一个时机作歹、
社会真动乱、无望的时所讲的这个宣告。这个宣告在讲上帝要通过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甲一个拄出世的红婴仔，来成做甲咱同在的记号。一个在小女，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一个养婴，这款的记号，坦白讲，真困难，互人会当联想到迄种强大、复兴，甚至是一个王国的记号。特别伫迄个时阵，反倒当迄个遐尼软弱、渺小的上顶，毋若干那是伫过去，甚至到伫现在，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，甲一个养婴，除了真少数的即款的组合，绝对毋是一个会当替社会、甲国家带来一个真有强、甲有力的愿望的记号。总是上帝的奥妙嘛是伫遮，上帝所予咱的记号的奥妙嘛是伫遮。迄个拍破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，嘛是上帝引带人来亲近伊、理解伊的时刻。当耶稣出世，开始有人将伊一生所做的事记载的时阵，咱真清楚。当福音书存在的时阵，耶稣已经经验过受苦、钉死伫十字架顶的苦难。这位救主耶稣基督，并无有复兴犹太民族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伊甚至比100几年前马加比家族的这个反抗，有带来真短暂的这个犹太民族的独立，佫较无够。耶稣互世间人，迄个国话的意义是真无清楚的，而且敢有真少数的人是通过因的目睭看见迄个国话。上无咱在座，包括曾牧师甲我，咱拢无有通过咱的目睭亲眼看到耶稣国话的这个过程。当耶稣国话的时阵，犹太人嘛无有发生新约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。耶稣展现新约对四国话嘛无为初代的信徒带来什么实质的帮助。特别咱知当初代的教会因受进罗马帝国的迫害的时阵，咱知福音书毋是记载耶稣的这个传记，乃是一个信仰者的信仰告别。通过将耶稣所做的事的重新的记载、重新的理解，一个死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基督，怎样会当是上帝甲咱同在的记号？迄个伫十字架顶软正受苦的上帝，怎样是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气力甲咱同在的记号？总是咱嘛看见这个记号开始伫人的心内有无同款的变化。软正的少女、在小女甲幼婴，迄个代表帝国刑罚溃烂的十字架，后来成做至悬上主甲咱同在的记号。当我对头拄迄个路口要滑入来时阵，一滑入来，我就是咧找一个记号，就是咧找十字架。所以咱真清楚，伫罗马帝国时阵，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记号。是一个无有可能将迄个十字架挂伫咱胸前的记号，迄是代表死亡，迄是代表惊吓。总是2000年了后，这个将耶稣判死、国家溃烂、罗马帝国的记号，已经无阁有人会记哩。伊变做是一个听上帝怜悯国话的一个象征。上帝所使用的记号真奥妙。无容易了解。使徒保罗伊真清楚，
这个当中所要表达的，上帝的真理，毋是人的价值，毋是社会迄种的意爱，会当来明白迄个当中的奥妙。所以，伊捌伫哥林多前书内底，伊安尼表明，伊讲上帝运用伊的智慧，互世间人袂当借着家己的智慧去认捌伊。人的智慧，无法度独靠人的智慧去认捌迄个上帝的奥妙，独反倒当人才会当借着上帝所传予咱，迄个人看做愚妄的信息。来真做偷放相信伊、跟对伊的人，上帝予咱的记号，有当时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真愚妄，也是真无有价值，甚至是咱讨厌的信息。迄个愚妄的信息，有时阵是要带来偷放、甲拯救的愿望。我伫温哥华的时阵，我有一档的时间是伫一间真特殊的教会咧实习。迄间教会就是专门咧照顾咱讲的迄个解药。教会比咱的礼拜堂搁较大，但是无人有伫遐咧做礼拜。但是逐日透早拢有人伫遐咧困，因为温哥华的寒人真寒。若无有烧气，你伫外口要过暝，有当时你的身体较冷的时阵，有当时因为安尼来寒死。所以有一日教会门口有人伫遐，因为无有好的即个休困的所在，伫遐寒死。教会决定要将门拍开，所以遐人入来伫教会会当吹烧气，伫遐休困。总是来到伫教会的人，毋是咱一般感觉迄个真高尚、咱真意爱亲近的人。因身躯垃圾，有真臭的味，因有真济的即个伫社会看做无好的事，甚至因有各种心灵上，也是讲身躯上无方便，也是讲较无甲一般人同款的所在。总是上帝通过迄个所在，互人真心去看到上帝的疼甲快乐，怎样通过即群人来显现，包括我家己。伫我最后一届要离开即个教会的时阵，因为我的太太已经有身啊，我要离开因，我需要倒来台湾。伫北美的所在有一个文化的风俗，就是讲，当你的朋友内底有即个新的生命要加入即个家庭的时阵，因会甲因做一个迄个祝福，吼。迄个祝福就是讲帮因备办一寡迄个后来养儿要用的即个物件，所以迄个叫做 baby shower， 所以朋友拢会买一寡尿珠啊啦、衫啦、面巾啊、牛奶罐啊啦，互即个家庭有新的养儿要来的即个夫妇，诚做因的祝福。伫我要离开的时阵，即个内底拢是。咱讲的解药真经济真无好，会甲人偷摕，会甲我骗。即群人300-400个，因款一箱物件，要诚做我的祝福。内底有半包的牛珠啊，有足粗的即个面巾，总是这是我收到上珍贵的一个礼物，因为对因来讲，有可能迄是爱用因。一礼拜生活的费用所倾出来的一个祝福，上帝通过这阵有可能我一开始看轻，感觉因无够资格、无够水准的人，来我显明什么是上帝的疼。上帝通过迄个世间人看做愚妄的信息，来显明伊珍贵的这个头棒。是物价，互人看做是一个惊吓的记号。伫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上帝将伊转换做另外一个记号，一个有愿望、和解、甲疼的记号。
总是这毋是每一个人拢明白这个记号。人出世，咱目睭看会到，总是咱爱受学习，咱才会当看明白。这么书捌甲阮分享过咱过去德定教会的故事。当因早前来到伫德定教会时阵，恁有做一个迄个行动的图书馆的这个故事。迄个时阵我还阁是新学生，我听到这个故事我真感动。迄个图书馆，毋若敢若是要传达迄个册内底的财帛甲信息。恁所做的，就是诚做上帝的一个记号。上帝通过恁所做的，来显现伊对这个土地、对这个社区的疼，是恁互上帝道成做肉体。咱必须爱看明白这个记号背后所要显明的。咱必须爱亲像迄群伫耶稣出世的暗时，围围伫迄个马槽边仔，咱注目看到迄个软只的囡仔，总是咱对迄个生命感受到迄个奥妙。咱必须爱亲像迄群围伫十字架骹，当耶稣基督受定、断开的妇人人，以及遐军队伊的人，咱都爱亲像因，毋是干那看到耶稣的受苦，毋是干那看到耶稣的断开，是对人的苦难，咱感受到怜悯。咱绝对袂当假设咱已经看明白啊！咱来永远准备好迄个新的眼光来去看，伫咱四周围迄个条头、迄个记号，嘛亲像伫福音书内底迄个青眉人，捌来耶稣基督，伊坦然拍开家己来主耶稣讲：主啊，我要看见。愿咱德长教会，愿台南新亚院上帝名所立的学校，拢会当成做上帝的记号。愿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信仰、咱的日常的生活，嘛成做上帝所使用的记号甲工具，成做引带人来看见伊的疼，成做帮助人、安慰人的一个开力。愿上帝平安、甲智慧、甲咱三甲伫地，愿伊的怜悯嘛甲咱三甲同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怜悯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人的历史当中，你通过济的先知的话语，你通过济的生命来显现你的疼。你竞选因诚做世代无共款的记号，传达上帝你拯救奥妙的条头。主，你嘛通过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，伫十字架顶，伫人所惊吓、想袂到的所在，你将伊诚做上帝主权、国我、和解甲疼的象征。主，你嘛通过德长教会，诚做地方的光甲盐。主，你嘛通过台南新亚院宣教师以及历代的牧者同工，来诚做台湾福音传扬、培养传道者的一个所在。若要诚做上帝你公义、疼痛的记号，愿阮将阮的生命坦然欢喜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引带带领，拍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毋拉干那看见，嘛来明白上帝你奥妙的旨意，也通过阮的彼此扶持甲帮衬，诚做主你所欢喜的信仰群体，基督的身躯，来共同领受上帝你的奥妙以及疼痛的果子。
愿将我的祈祷恭敬拜列，求主你来甘纳，当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